好，今次講下呢日四則混合計算，例如呢條24除以6加12乘以5。咁計算嘅時候呢，第一時間要望一望我哋先計邊一個部分先啦，因為呢，先乘除後加減。咁通常呢，你可以用一條線呢就畫低你要計邊一個步驟先。咁但係好多同學呢，就諗住，咦，先乘除喎，咁係唔係計咗個乘先至除呢？咁其實就唔係嘅。咁因為呢，如果喺同一條橫式裏邊有呢一個除、加同埋乘嘅話呢，其實呢，我哋可以同一時間先計算除同埋乘，而個加呢，就可以稍後先計。咁而同一時間計除同埋乘嘅時候呢，就唔使話一定係先計乘再計除嘅，就唔使嘅，係同一時間計呢兩個部分都可以噶啦。咁即係話呢，下一個步驟呢，我哋就可以計算咯喎。咁24除以6咁簡單，你可以唔寫倒直式啦，答案就係4啦。而12乘以5呢，就係60。而中間呢，呢一個加號呢，我哋係未計嘅，咁所以呢，就照寫。咁最後答案呢，就係64啦。咁就計完㗎啦。